巴斯沒有，好多人一世都喺度縱言點樣贏，但係我喺刀場坐咗大半世，呢睇到最透嘅，反而係點樣唔好輸出面。啲人叫我做刀王，其實我心入面好清楚，真正嘅贏家從來唔係北台上面嗰個，而係開台嗰個。你以為刀博係靠運氣，以前都冇有。其實賭博係最高深嘅行為，心理學同概率論。當我今日回頭望返我呢一生，同埋我留低呢個所謂嘅商業帝國，我發覺原來經營一個家同埋經營一間賭場道理係一模一樣嘅。你家得號，你入得場就梗係想發橫財，但係你永遠唔記得一句話，就係狗鬥必須就場門入面嗰種燈紅酒綠、粗獷木有，其實係為你心理良心訂造嘅陷阱。點解仲場冇窗口？點解冇時鐘？就係要你多失路，忘記時間，忘記你原本入嚟係想贏幾多，只要一貪過腦就會亂，一亂就會輸得一乾二淨。我呢一世人會要同無數所謂嘅鬥客交手，我發覺最難對付嘅唔係嗰啲一擲千金嘅豪客，乘坐巴士錢，而係嗰啲贏咗少少就識得收手嘅人。可惜呢種人少之又少，而有大部分人嘅心理都係贏咗，想贏更多，輸咗就想回本。呢種侵念就係我鳩王自義最大嘅本錢。講到管治家族，而此家呢，你以為我有4個太太、17個仔女係好風光？其實對我嚟講，乘坐巴士錢都冇有。呢個係我人生入面最大規模、最複雜嘅一場賭局。每一個仔女呢，每一房人，其實都係我擺喺台面上面嘅籌碼。賭場要穩陣，個莊家窮力家定要有絕對嘅話事權。如果莊家內部亂咗，近一cycle呢間賭場就離執笠唔遠。所以我對二房嘅栽培煲呢，其實係我精心布下嘅一個局。你睇到二房嗰幾個女，而家何超瓊、何超鳳、何超陣個都係商界女強人，好似無堅不摧咁。行先呢，但係你又有冇諗過呢種強大係用乜嘢換翻嚟？男佢好㗎，係一個好聰明嘅女人，佢好清楚我個遊戲規則，錢都沒有。佢知道喺我心目中，仔女唔係用嚟疼愛嘅，係用嚟幫手撐起江山嘅工具。所以佢對仔女嗰種近乎殘酷嘅精英教育，
乘咗巴士錢都冇有，其實係一種權力的置換。我俾權你，我俾江山你，乘坐巴士錢呢都沒有，但係你要犧牲你自己。好多人話二房好似有個母后咒咁，就紅幾個女，個個都係離婚，或者也係乾脆唔嫁，到最後連一個繼承人都冇。窮冇有出面啲風水佬講到天花亂墜，話因為風水唔好。其實呢啲全部係廢話。你試下諗，24小時都喺度諗緊點樣同其他幾房人鬥，點樣守住手上嗰幾百億資產，你仲邊有心情去談情說愛？受嘅各位朋友，我啲女由細到大都被教到要好似戰士咁生存，佢哋嘅感情世界早已經枯萎咗。何超瓊當年同陳百強嗰段情，而家以為我真係咁冷血要拆散佢哋。喺刀徒嘅眼入面，好拍每一張牌都要發揮佢最大嘅價值。超瓊呢係我最出色嘅一張牌。而家如果佢嫁俾一個藝術家，我呢張牌就廢咗。所以我一定要將佢同許家聯姻，呢個係商業決定，唔係家庭決定。贏咗粒糖，輸咗間廠，呢種本生意我係唔會做嘅。好富有，雖然超窮，最後係犧牲咗幸福，但係佢換嚟嘅係信德集團嘅最高權力。呢個就係酒局上面嘅等價交換。你再睇下何超瓊交易啦，好多人覺得佢係二房入面最冇存在感嘅一個，跟到成床。其實超醒先至係我最穩陣嘅後勤部長，佢低調到近乎隱形，好咧，成咗巴士錢都冇有，但係佢手上掌握住嘅政界同公益界人脈係二房最堅實嘅護城河。佢一生未嫁，冇兒冇女，將成個人生都奉獻咗俾家族生意。呢種犧牲其實係藍瓊做咧最成功嘅教育成果。佢令仔女覺得二房嘅利益就係佢哋全部嘅生命超槽。如果走咗，巴士錢都沒有，二房嗰塊鐵板就會出現裂痕。呢個係好危險嘅信號。豪窮高斗博入面有個術語叫對沖，我將權交俾二房，其實係一種風險管理。好家二房嘅女夠狠夠專業，可以確何毫。我啲生意唔會落入外人手，但係成咗我嘅就係睇到個危機，就係佢哋太乾淨利落，連後路都冇留俾自己。四房梁安琪佢就聰明好多，一冇有佢知道
單打獨鬥係贏唔到二房班精英嘅，所以佢不停咁生，仲要估智仔女早啲結婚生仔。何宜君同奚夢而生咗個男孫，但呢張牌一打出嚟，喺長線嘅賭局入面，四房就贏咗一個先手。就喺鬥場入面，你贏咗一兩把唔算贏，要睇邊個可以坐到最後。雖然掌握住大部分實權，但係如果超重咧，呢班人老咗走咗，後面冇人接手，呢個帝國最終都係會崩塌。呢個就係我經常講嘅，人算不如天可算。我算盡咗天下嘅利都沒有，卻算唔到人心嘅孤獨。你以為我留低咗千億家產係俾佢哋享福，乘坐巴士錢都沒有？其實我喺留低咗一個永遠都玩唔完，亦都走唔出嘅局呢。你要明白，持鋪頭就好局，最扣人心弦嘅地方，往往唔係輸贏已經定咗嗰陣，此錢都沒有，而係大家手上都有牌，大家都覺得自己會贏嗰刻，切到梁安琪呢幾年低調佈局，其實就係等緊二房出現缺口，巴士都沒有超窮。如果真係好似視頻講咁，喺未來某一日突然離開二房，內部嗰種長期壓抑嘅平衡就會被打破，到時志滔冇有，梁安琪一定會趁虛而入，豪門恩怨其實就係一場冇硝煙嘅戰爭，大家表面客客氣氣，內裏其實係想一啖咬死對方。我成日教仔女窮做生意要好似走錢咁，要有耐性，要識得睇風向。個風向已經變咗，以前靠個人能力，而家靠嘅係家族嘅延續，家兒家父咧，但嗰種母后狀態，其實係佢哋字義上面最大嘅致命傷。只係梁安琪，你見到對手雖然強大，但係冇接班人，你會點做？似有冇有？你一定會等佢哋老，等佢哋自己倒下。呢個就係最頂級嘅抵博智慧，唔使自己屈手，等對手自滅。你睇超王，你睇呢一世人，其實都幾令人氣㗎咧。佢幫家姐分擔壓力，成咗家族維持人脈，拎住個名牌袋入面裝嘅，全部係家族嘅責任，巴士錢都冇有。佢去遼寧開會，去東華三院做慈善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好似為何家而活。每日佢連病都要偷偷地唔敢聲張，就係怕影響二房嘅士氣。呢種極致嘅克制，
其實係一種精神上面嘅自我殘割。交場入面乘坐巴士紅做嘅唔係傾家多產，而係你贏咗全世界。回頭一看，冇一個可以同你分享喜悅嘅人。我雖然有咁多仔女，但係真正可以交心嘅又有幾個？大家見到，我先係見到賭王陣優，好沒有之後先至見到老豆。佢哋之間嘅鬥爭其實都係我一手造成嘅，確何好大國不倒，故意俾佢哋競爭，令佢哋變得冷酷，到最後又佢哋真係變到冷酷無情，連親情都可以拎出嚟演。如果你問我一窩屎錢就冇有，如果可以重新嚟過，我會唔會換一種做法？我會同你講，我唔知。喺我呢個位置，每一個決定都係身不由己。你入咗呢個局，你就一定要玩落去。何超瓊、何超鳳、何超瓊，恨家好貧之沒有，佢哋都係何好新嘅女兒。呢個名號本身就係一個咒咒，佢哋享受咗常人難以想象嘅富貴，就要承受常人難以想象嘅孤獨。呢個世界好公平，你想要權力，你就一定要交出你嘅靈魂。你睇視頻入面提到個無後新咒，其實係攬瓊瓊同超瓊嗰班人嘅集體防機制。佢哋怕分心，怕權力外流，怕外人入嚟搞稿，所以佢哋選擇咗一條最極端嘅路，就係將紙變成一個只識工作唔識生活嘅機器。超醒如果走咗佢名下嗰啲股份同資產，最終都係要交翻俾超瓊或者超鳳。到最後二房嘅財富會越嚟越集中，但係可以分享財富嘅人就越嚟越少，資錢都冇有。交場嘅燈光永遠都係咁亮，令人產生一種永窮嘅幻覺，佢錢都冇有。但我哋做莊家嘅最清楚，冇任何一局係可以永遠贏落去嘅。繼二好二房，依家嘅鐵板江山其實已經開始生窮。超嬸嘅低調同犧牲，雖然為可家撐咗咁多年，窮都冇有，但係歷史嘅車輪從來唔會因為邊一個嘅犧牲而停低。資錢都冇有，梁安琪嘅仔女已經開始接班。何如君喺科技同電競領域嘅姿勢，其實係為四房尋找緊新嘅墮台。你喺超床身上，可以睇到一種老派豪門嘅尊嚴。
佢唔似超兒咁反叛，情過巴士窮，都沒有，亦都唔似超混超連咁高調。佢默默嘅守住二房嘅根基，糾纏摸齒，就好似酒場入面嗰啲唔起眼嘅成蟲柱咁。雖然平時冇人會去留意佢，似都冇，但係一旦呢條柱斷咗，成間屋就會搖搖欲墜。超塵如果離世喺知都冇有，對超瓊嚟講，唔單止係痛失一個妹妹，更加係痛失咗唯一一個可以絕對信任、可以共同進退嘅戰友。走窮到咗最後，往往走嘅唔係技術，而係心態。而家面臨嘅最大挑戰係點樣面對自己嘅孤單。佢哋贏咗大半世，要面對嘅係中局四房梁安琪。雖然以前輸咗幾把，但係佢手上就有種子，佢有希望。呢個就係大自然嘅規律，生命力先至係最後嘅贏家。你可能會問，為何家做咗咁多嘢，超寫佢值唔值得？呢個問題可能朝寫自己都答唔到。喺何家嘅家譜入面，佢哋每個人都係一個符號，代表住權力、財富，代表住權力、財富同慾望嘅符號。超使嘅低調，亦到咧好糊，其實係一種自我保護。佢想喺呢個咁複雜嘅家庭入面，木有揾到一點點屬於自己嘅平靜。可惜就王女人呢份工作係冇得退休嘅，直到生命嘅最後嗰一刻，佢都要為何家嘅光榮而戰。但冇鬥場入面最殘忍嘅一幕，唔係賭客輸都要跳樓，而係莊家老咗，成錯巴士錢都沒有發現咧，自己辛辛苦苦打返嚟嘅江山竟然無人接手。我留低個嘅千億遺產就好似幾一堆咧廢紙咁。二房嘅女孩們個個都咁優秀，個個都咁堅強，好冇有。但係佢哋嘅堅強其實係一種武裝，掩蓋住內心嘅虛弱。佢哋太怕輸，錢都冇有，所以唔敢愛；太怕失去權力，所以唔敢相信人超曹。如果真係走咗，我喺九泉之下都會覺得心痛，唔係心痛啲資產點樣分，心痛超死。呢一世人過得太苦，佢從未為何超死自己活過一天。到而家佢嘅人生其實係我賭王示意嘅續集二房嘅所謂無後就而有，其實係權力對人性嘅最終審判。你既然揀咗要站在權力嘅高峰，認錯巴士錢都寒冷，你就要接受武峰上面嘅寒冷。你睇下依家嘅何家好似風平浪靜，
持鳩無其實底下暗流湧動，超扯嘅角色係呢場暗流入面嘅定海神針，震針拔走咗4房、3房，甚至大房嘅後代都會開始躁動，先至係最精彩嘅等局。大家都喺度等緊對手出錯，高沒有，等緊時機成熟。喺呢場命為人生嘅賭局入面，乘坐巴士錢都沒有。我何國新雖然贏咗好多錢，贏咗好多權，但係我教仔女嘅方式好貧窮，都可能真係錯咗。我令佢哋變得太完美，完美到唔似人，似一部精密嘅賺錢機器，超重嘅離去。如果真係發生，而家會係為何家敲響嘅一個警鐘。佢話俾超窮聽，亦都話俾所有人聽。好嘅，權力雖然可以換到一切，但換唔返時間，更加換唔返生命嘅延續。乘坐巴士錢都冇有。當你睇完呢個視頻，當你聽完我呢番話，你可能會覺得浩滿生活其實都係一場空。其實人生邊有唔空嘅時候？最緊要係你喺奏嘅過程入面，你有冇開心過？超受佢開心嗎？負意超瓊國佢開心咩？開心咩？佢哋可能已經忘記咗開心係乜嘢感覺。佢哋只係記得我就唔要贏，我唔可以輸。呢種執念係我帶俾佢哋嘅，乘坐巴士錢都冇有，亦都係佢哋一世都擺脫唔到嘅枷鎖。你喺賭場見到嘅每一個人，其實都係為何家嘅繁榮獻祭緊。底下貢獻咗錢，我嘅女貢獻咗人生，沒有最後大家其實都係底谷入面嘅輸家。真正贏嘅可能係嗰啲從來唔入賭場，從來唔爭名奪利，簡單過一生嘅平凡人。可惜出生喺何家，成個傾飯本身就係一種奢侈，超身嘅孤獨，其實係一種高貴嘅孤獨。成咗好貧戶後，佢守住咗二房嘅體面，守住咗佢老豆我嘅江山。巴士錢冇有，而家真係有2026年離世呢一日。我相信佢走嘅時候，收屍錢窿入面呢係平靜嘅，因為佢已經做完咗佢要做嘅嘢，佢已經還清咗生為何家女兒嘅債，剩下嘅恩怨情仇，超瓊呢超逢班人繼續玩落去。賭局永遠唔會完，浩耀呢只不過係換咗批人上台。二房嘅時代可能會過號，窮呢四落可能嘅時代可能會嚟臨，但係呢間賭場依然會開落去。你入嚟賭
你就要認輸，超齊，輸咗人生，贏咗江山四房，贏咗後代，輸咗依家，會有邊個先係真正嘅大贏家？可能要到100年後先至有答案。又人生入面最難打嘅唔係爛牌，而係一手好牌。你手拎好牌，你就唔敢亂打，你就變得縮手縮腳，超瓊雄。超咧就係拎住好牌嘅人，佢哋輸唔起，所以活得太攰。超中嘅離去可能係一種解脫，佢終於可以唔使再做何家嘅女婿，唔使啦，再做二房嘅基石。你睇到早咧，你應該明白周王嘅智慧唔係教你點樣贏，教你睇穿成個局，而係教你睇穿成個局。當你睇穿咗名利權情，其實都係籌碼嗰陣，好品呢就有，你就唔會再為一時嘅輸贏而執着。超統嘅一生雖然孤獨，嗰幅家可以辭，但係佢做到咗極致，佢為何家而生，為何家而死。呢種忠誠乘錯巴士錢都冇有，其實係另一種形式嘅偉大。我呢一世人見慣咗風浪，見慣咗生死，我最遺憾嘅唔係冇咗超使呢個女，而係超使從未可。為何超使笑過，紅咗巴士錢都冇有？如果你以後見到為何家賣命嘅超瓊陳超鳳，你唔好羨慕佢哋，好似冇有，你反而應該同情佢哋，因為佢哋都係為何家嘅榮耀，係二錢都冇有，喺權柄上面嘅犧牲品。最後我想同你講，人生就係一場賭博，沒有你唔使追求每一把都贏，最緊要係你走嗰陣啊，你覺得呢場局玩得過癮咧，睇到次日佢已經盡咗力，佢將佢最好嘅牌都打晒出嚟，剩下嘅波身神救市就交俾命運去決定。我哋何家人從來唔怕鬥，哪怕結局已經寫好，很貧苦，我哋都會戰鬥到最後做槍嘅門快要關上燈光，亦都慢慢變暗，會有超子嘅身影，會永遠留喺何家嘅歷史入面。佢嘅低調，佢嘅犧牲會而家變成一種傳說，而我哋呢班仲喺度賭緊嘅人，除咗繼續向前行，窮輸錢，會有仲可以點？呢個就係豪門，呢個就係賭命，呢個就係我何新帶俾呢個世界最後嘅博弈智慧